民众都要注意啊！即马自然人凭证竟然嘛会当变作是诈骗的手段。有诈骗集团是以审核贷款的名义要求被害者来提供因的自然人凭证，也个笔码，然后就去开人头的数位口座。目前已经有10多间银行是暂停，予人摕自然人凭证来做线顶的身份验证。 门暂开，远境逮捕诈骗集团，查到主嫌伫开被害人的货挂钱，卖车体品，目前诈骗真济，警方嘛搁再发现有新的部署。诈骗集团就会要求民众提供他的身份证，还有相关资料，最重要的是自然人凭证以及他的PIN码，拿这些资料去做数位账户的开户。今年大概有1/5的人头账户是有涉及到这种自然人凭证去开的账户。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放广告，讲会使快速贷款，吸引急需要资金的民众钓钓。民众加入群组了后，用话术骗因，要求提供自然人凭证、密码等资料，搁提去各大银行开数位小户，成做诈骗集团的人头户。受害人是伫收到银行通知，也是互人入做警示小户了后，才知影互人骗去。 原本是为了提升便民效能而设计的自然人凭证，如今竟然反倒变成了诈骗集团诈骗洗钱的工具。自然人凭证目前国人有利用的普及率将近20%。国民党立委指出，使用自然人凭证所开的小户，互人入做警示户的比例，比其他验证方式悬4倍。本来是要让民众唔免出门，就会当方便伫网络验证身份、办理报税、劳健保、开户这类作业的自然人凭证，即马煞变做诈骗集团的工具。因为有安全信用疑虑，10多间国民营银行最近陆续宣布暂停接受自然人凭证开数位小户。 透过自然人凭证去开户的时候，那你可以再加上使用这个要求他做视讯，或者是呢手机传讯号过来，因为这个其实都可以增加它的强度。在使用自然凭证的时候，切勿任意交付给第三人，有可能是协助这个诈团 去做这个诈骗的行为，这也是有触犯到刑法相关的规定。内政部表示，自然人凭证的数位签章有推定是本人亲身签名，也是第一的法律效力。呼吁民众唔当随便把个人资料交予别人使用，以免协助匪徒诈骗，搁去互人骗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